台东东部海岸线处处都有美景，美丽辽阔的海域，洁净没有污染的海水，让我跟呱呱玩得超级开心。欣赏完美丽的东海岸之后，我要带呱呱去尝试一个新体验——低茶度夜一安补。妈咪，这是我们今天要睡的露营车吗？对哦，我们今天呢要低茶度夜一安补哦，知道吗？很好玩的。哇哇哦，好大哦！对呀。看看这个露营车是不是很漂亮呢？听说这是很多露营爱好者的梦想露营车哦。以前一直很向往住在电影情节中的豪华露营车，这回我跟呱呱得要好好体验低茶度夜一安补。哇，好大哦！你看里面有什么？哇，还有床哎！爬不上去了，再一次。哇，舒服吗？有没有很棒啊？哦，可以休息了。再可以耶！耶，好，你可以休息一下，要不要睡睡？我们呢要低茶度夜一安补哎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我看不到你了，宝贝，睡着啦。露营车里空间不大，但设备应有尽有，有小小客厅，还有厨房，是不是很棒呢？露营车旁还打造了一个花园，我跟呱呱在里头到处走走逛逛，还可以来趟森林浴，真的很舒服。白天走走逛逛，安补也没闲着，因为有大餐等着我们。Baby， barbecue 好香哦！对啊，我们今天还要在这里吃呀，好棒哦！对呀，我们要在这边吃呀，而且明天还有很多好玩的哦，知道吗？当然，好香哦！等会吃一口，流口水了，好吃吗？超棒的，好想吃哦！我也喜欢。吃呀！可以吃肉肉，好不好？看看满桌的 barbecue， 在台东有美景相伴。安补一边可以看星星，一边享受大餐，真的是让我们心满意足。妈咪，露营车好特别哦。对呀，我们问问爸爸，下一次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低茶度夜一安补？